喺三鄉嘅中心位置，首期俾13萬，年供3000蚊出頭咧，就會擁有咁靚嘅視野景觀啦。望別墅嘅視野咧係非常之開闊嘅，呢度咧建築面積105方嘅開間，將近3.8米嘅大開間。現時咧餐客廳一體嘅呢邊擺個6人位嘅大餐台，餐邊櫃都係安排上嘅。呢個廚房咧都係做咗腰型嘅大廚房，嗰個非常之好用嘅空間，非常之闊落啊！休息區咧係做翻3間房嘅，每間房嘅空間咧都可以擺個1.5米大床啦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呢邊咧就係我哋嘅乾濕分區嘅洗手間啦。呢間最細間客房咧1.5米大床都可以安排上。入翻嚟我哋主人房咧係個套間嘅設計啦，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，到時擺個1.8米大床、到頂大衣櫃都可以安排上嘅。正上挑窗位置呢邊咧視野景觀特別靚仔。13萬嘅首期，年供3000零蚊就可以擁有呢個亞居樂萬象郡2期嘅105方嘅3房單位，全新裝修，一日都未住過嘅。如果想睇樓，記得啲我。